我係3A 班黃俊霖，今次分享嘅係馬灣挪亞方舟主題公園遊記。主題公園喺馬灣，由屋企出發，搭港鐵到青衣站，再轉巴士就可以到達。挪亞方舟主題公園係根據聖經以1:1比例建造嘅主題建築。進入公園後，我哋首先到方舟頂層方舟公園影相，嗰度有67對動物雕塑，包括獅子、大笨象、長頸鹿等同埋部分稀有動物，非常逼真。之後，我哋落下一層參觀唔同展館，包括方舟博物館、珍愛地球館同埋方舟生命教育館。唔同展館各具有特色，其中我最鍾意嘅係珍愛地球館，因為入面有15個房間，有唔同嘅互動遊戲，可以學習到新嘅知識。最後，我哋去咗公園附近嘅馬灣沙灘，嗰度可以玩沙蟲、欣賞青馬大橋。玩到日落之後，我哋返屋企，雖然好攰，但係玩得好開心。今日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